来继续来看高雄大树一个路口，有一个小男童要过大路，讲可能是去挖角的铁皮厝甲电火条炸掉咧，无看到，差一点就去青灯正活的机车来弄到，小男童窜一条，加在有闪过。啊，这个对面向尾驶到位、徛到位的这个骑士，看到这个情形是停车，下手爱小男童先过，小男童佫歪头甲讲谢谢，真好家教。有网友看到，俄罗小弟弟有礼貌，有人话讲，伫台湾会当平安大汉，真正是无简单。一个穿感觉熟悉的查甫囡仔，我路边行到路口。一台车顶正活的奥多麦骑过来，查甫囡仔行一条，到在人无代志。有民众看到这个画面，下手爱小弟先行过，查甫囡仔佮看到两台机车骑过去，佮等一个才刷卡过大路，落尾嘛真有礼貌，甲人说多谢。那这个所在就伫咧高雄大树区一个路口，实在回到现场观察，确实伫咧挖角的所在是真危险。民众就给影片铺上网，有网友学了这个查甫囡仔礼貌甲鼓吹，有人怨叹伫咧台湾会当平安大汉是真正无简单，无人认为这死角的所在应该赶紧处理。实际起来遮看卖啊咧，确实伫咧挖角的所在有死角。走路看不到旁边。哦。他机车会看得到旁边有人吗？看不到，他看不到。车顶灯话啦。他无遐明显啦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个路口灯管死角的问题是真严重，可是需要相关单位好好斟酌规划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